AI 科技是愈来愈发达，即马这高雄轻体也利用 AI 5G 网络科技，甲通讯影像资料做整合，打造全台湾头一个5G 智慧轨道应用整合平台。那会当掠这无路卡的人，佫会当知影讲这铁基路顶悬敢有障碍物，会当随通知驾驶甲行控中心，避免意外来发生。轻铁头前有几台汽车倒滑，荧幕显示红色的警告，驾驶就随知影头前的状况。这是轻铁上新的技术，电视业者甲 AI 5G 的技术甲轻铁结合，唔但当控制各大广播。上重要是，准讲有人轻松走入去铁基路，若是距离列车100公尺，机器会以声音、色水变化来分别，甲影像翕落来，通报予后台甲驾驶，降低车祸发生。各种的测试，及时 OCC 也得到的情报，它也得到情报，它对于防止避撞或者是说减速或者是提速，它都有帮忙。除了监测轨道系统，因为轻铁是民众自由旅卡上落车，无固定验票人员，惊讲有人会无旅卡坐免钱的车。电视业者表示讲，即马有5G AI 会当随查出啥人无旅卡，影像会传去查票人员的手机啊，伊就会当去验票。使用几个月时间，到达嘛提升30%补票效率。站务人员的工作量会降低50%，然后我们在整个 AI 的辨识跟预测方面的准确度提升到90%，然后在检票验票的人员的工作量也会降低30%。目前这项5G技术，敢若伫观光客上济5个轻铁站40号公营码头甲44号蛤蟆新站咧试验，另外嘛伫2台列车顶悬设置互动的系统，特别用会过光的背板，佮有景点的导览，嘛会当耍游戏，互民众坐轻铁加经济趣味来带动观光。记者钟义辉、柯昭荣高雄报道。